各位乡亲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华视在地新闻，我是市营营，即马祭开到秋分啊，提醒乡亲早暗较凉冷，爱穿小。较袂去感冒着，先要开始来关心这个真正是歹鬼带头，国民党的中华县议员叫肖如意昨暝赛车经过田中镇这个原入路3段时，启动着头前有2台到车顶要起步的轿车，据说讲有3个人受伤。依照警方调查，这个肖如意酒测值超过标准，牵涉到公共危险罪，做完笔录了，该送到地检署。暗时7点外，中华田中原一路3段3台车相撞，3个人受伤，其中一个是肇事驾驶，徛伫路边等待救护车。伊是国民党中华县议员肖如意。男性张先生是左额头那边有疼痛，意识清醒；女性的话是颈部有点疼痛。当时肖如意对向前面2台拄要过车顶的车，好佳在伤了无严重。相信民众。他因为有酒精反应，那本分局将依公共危险移送地检署来侦办。那是不是身份比较敏感？是不是酒测值部分没办法讲？那有关交通事故的酒测值的部分哦，那牵涉到侦查不公开。警方无愿意透露酒测值，不过证实超过公共危险罪标准。根据法规，酒测值0.5以上，而且肇事就算公共危险罪。肖如意完成笔录了后，就移送法办，身为民意代表做了不良示范。向对大众深深的抱歉，